嘅冰酒，被評為世界第一流嘅品質。其主要原因係，一般葡萄成熟採收係喺9月份，而製作冰酒嘅葡萄成熟之後卻唔採收，仍將佢留喺葡萄藤上，等到葡萄喺藤上自然結冰之後，先可以採收。而西岸嘅寒冬較遲降臨，大約喺聖誕節左右，甚至隔年1月份先可以採收。因此葡萄比東岸嘅多停留喺藤上達2個月，保留喺藤上嘅葡萄所含嘅水分會降低，成熟度會增高，所以會散發出更濃郁嘅香味。我哋熟悉嘅釀酒過程都係喺室內進行，但係釀製冰酒比較特別啲。首先，巨大型擠壓機必須設置喺戶外，原因係室內溫度較高，冰葡萄好快就會解凍啦。所以採摘擠壓嘅時候，溫度亦都必須符合冰酒製作規範。一般嘅葡萄放喺擠壓機裏邊擠壓，汁液馬上就會流出嚟，但係冰酒葡萄就唔一樣啦，因為佢所含嘅水分係結冰。而葡萄嘅品質同埋香味並唔會結冰，所以當葡萄經過擠壓嘅時候，汁液係滿滿咁一點一滴流出嚟。所以通常擠壓一次冰酒葡萄，大約要花費4到6個鐘頭，差唔多30磅到35磅嘅葡萄，先至可以擠壓出大約半公升或者1樽375 ml 容量嘅冰酒。一般釀製白葡萄、紅葡萄酒嘅葡萄，汁液嘅甜分差唔多係20度左右，但製作冰酒嘅葡萄蜜汁至少要38度。而最特別嘅國寶紅冰酒就要40幾度，因為紅冰葡萄採收嘅溫度要求更低，擠壓出嚟嘅汁液亦都更少，所以佢嘅味道就更濃郁。真偽亦都有相當明顯嘅差異。真冰酒可以散發出多重嘅香味，包括蜂蜜嘅味道，又帶點鳳梨嘅香味。唔同品種嘅冰酒仲可以各自帶有獨特嘅味道，有啲係水蜜桃，有啲係蘋果嘅香氣。而常見嘅假冰酒就係喺人工葡萄原料中添加糖同埋香料，所以佢只係有一種香味。冰酒係如此嘅珍貴，如果俾你淺嘗一口，保證讓你身心舒暢。加拿大之外，只有德國同奧地利生產冰酒，但係佢哋並唔係每個年份都可以生產。今日你已置身於有絕佳氣候條件生產冰酒嘅加拿大，歡迎大家一同品嘗呢份老天賜俾呢片大地嘅禮物。